6月4號，小甜甜如心酒店泳池。呢個雙子塔啊，仲埋喺行嗰度玻璃橋啊，幾見啊！6.4如心酒店如心園，木化石公園。啲化石幾億萬年啦，喺邊啊？呢度下層咁多嘢睇。佢哋促進咗高發田種樣變成，並引發山火和土壤侵蝕嘅可能性。呢啲過程中，哇！有味道添，石堅龍堅啊！